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3，箴言22章17節安尼講：着愛耳孔，聽智慧的人的話，專心領受我的教示。三角來祈禱，愛願着聽智慧的人的話，專心領受你的教示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滿有信實公義，充滿人民疼痛的天父上帝，阮謙卑來到你的面前，讓你獻上阮的尊重、敬拜、甲學樂。主啊，你是一切智慧甲知識的源頭。你的話真實可靠，你的教示為照光阮頭前的路。主啊，天地要廢無，總是你的話要煞到永遠。主啊，你吩咐阮，着愛耳孔，聽受智慧人的言語，留心領受你所賜的知識，求你賜阮謙卑受教的心，互阮無固執家己的看法，也無因為家己的經驗甲成就來驕傲。求你幫助阮，願意安靜來聽你的話，屬靈長者甲敬虔信徒的勸勉，通領受生命的智慧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